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咱台湾的嘉明湖真水。有人讲这是上帝留伫人间的拿宝石。有10外个爬山界高人，规年冬天无休困，踮遮的山厝仔做管理员，守护山友的安全，嘛看顾自然，用时间、用行动写落来因家己的山林故事。脸部，然后靠近眼睛的地方有一个撕裂伤，那个必须要缝合。关山下晡单位讲上大雨，造成一名登山客摔甲流血流地。另外，有一名领队来讲，伊的队员超过时间还未回来。人甲自然总是不管是互山厝的管理员种种的挑战。不过，嘉明湖步道山厝的管理员唱灵唱好，大种状况拢发到一一排除。我们的山屋管理部分那有一个米亚桑的一个团队，那他们的团队的组成是非常专业，个人认为是国内顶尖的一个高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组织啦。他们本身成员都是爱好山林的，都是非常专业的登山向导。高官听我的廖文章是户外教育工作者，一定要找袂着方向，是甲才少年兄来爬山找家己。担任管理员这5天以来，特别轮班就伫山顶待10天，24点钟待命。对遐无听口劝，互家己徛伫咧山顶的山友，伊想起来是又搁好气又搁好笑。因为消防员讲你8点嘛，暗时到袂了，上紧明仔载，伊敲电话妈讲，妈。我报警啊啦！警察无来救我，叫我今仔暗时啊，等伊想好啦，我可能过袂去啊啦，就开口。阮管理员都行到后壁，阮管理员就听伊口了再过去啊。除了守护山友的安全，这管理员阁负担山林教育的功能。这讲是有要挑战高难度的山K2，外号张伯清的登山家张元迪来主讲。在山屋，然后做一些登山知识基础的分享或者是宣导这样子。对，那虽然可能都是很基本的东西，但还是有蛮多人可能不一定会知道。管理员伫游客入来到登山口，带入去山厝啊，也是食饭前、食饭后这个时间，一来解说无分这的山林，人甲嫌小拄的守则。另外，嘛鼓励山友协助步道的修理，加派1公斤的沙石仔上山，为步道的维护来尽一份力。真侪人原底干那为着嘉明湖来行这抓，不过因煞会当甲规片山林的水拢总炸转去。台湾西网西其实逐项有啊，有自然有人文啊。你像我上介意古道就是安尼啊，因为古道有真侪故事啊。古道专家吴冠豪老师伫班的时阵，毋但监测乌熊、目吹水落，登山的经验要换30档，带更较侪人加入山林，是伊一生的志业。10外个登山界高人，全年无休困伫咧关山轮班，就是要做山友上坚强的后盾。记者尤一真林昆明台东报道。